52岁知名导演窦导钮承泽去年12月被指控在拍摄电影《跑马》期间性侵一名女工作人员，事后被依强制性交罪起诉。当时电影因性侵风波停拍，最大苦主就是为戏增胖到100公斤的男主角任贤齐。现在传出钮承泽近日将回归复拍《跑马》，不过除了男女主角及饰演男二兼导演的钮承泽不变，其他1半以上的工作人员全数更动。钮承泽农历年前被依强制性交罪起诉，还被限制出境，并以150万元交保，疑似为了转换心情。他也遭曝赶在年前搬进1元豪宅。据联合报报道，钮承泽新作《跑马》在尚未宣布一审期间已悄悄筹备复拍。不过，除了男女主角任贤齐和张荣荣，还有饰演男二兼导演的钮承泽没变，有1半以上的工作人员全数被换掉。新团队预计花近2个月的时间，将剩余的1/3画面拍完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剩下的内容就是任贤齐跑马拉松的重要戏份。外传原本制作方要为该片公开办一场马拉松比赛，场景设定在花莲太鲁阁，但因得重新申请路权，再加上钮承泽涉案风波，地方单位不一定愿意出借。不过团队仍以国内场地拍摄为首选，最后若真借不到，也考虑到国外拍摄，只是窦导被限制出境，若要出国拍摄势必得交由他人。任贤齐先前为了这部戏增胖26公斤，从74公斤胖到100公斤，一度因为血脂、血糖飙高，觉得身体不适。跑马停拍后，他靠着踩飞轮和跑步，1个多月就瘦到83公斤。上月27日，他在微博上 PO 出健身的照片，意有所指地写下这场马拉松还看不到终点，但还是要继续跑下去，似乎暗指跑马即将复拍。据悉，该戏拍摄成本约8000万台币，若没拍完恐将惨赔。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，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，并立即求救。若遭限制行动，勿过度刺激对方，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相信直觉，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。睡觉或盥洗时，门窗要上锁，避免与有酒醉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。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，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如遭性侵，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